台大新闻所成立30周年，见证了台湾民主化过程以及媒体数位化的转变。新闻所以重建新闻、巩固民主为主题，举办8场研讨会，邀请产官学界重量级的代表语坛。首场座谈便以汇流平台下的内容多元与产业政策为题，从实务面向探讨台湾影视平台面临的挑战，寻求未来的方向。新闻业或者是说台湾的传播产业面临了一个生存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型的机会。说真的，我们只有请我们现在的新闻业者、这些传播业者、这些专家提供他们第一手现场的观察，还有他们在营运上所思考的事情，可以跟我们的社会共济各界共同来分享跟讨论。我们未来训练的学生，他要到产业界去，所以产业界如果不好，其实我们再怎么样训练学生都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产业一定要好，这样台湾整个社会才会好。中嘉集团除了赞助举办研讨会之外，董事长郭冠群也受邀出席语坛。除了以国际化的观点来看台湾媒体产业发展，也从有线电视在地经营的角度，分享中嘉集团如何提供多元内容，扎根台湾这片土地。我觉得产业竞争力或内容的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权益跟提供最好的产品为出发点。那我们这个绝对在这个基本的建设broadband、CATV 我们都会加强我们会多投资地方的内容、自制新闻啦。所以说我们在地区的服务是不可能被什么 OTT 不可能被什么来取代的。那更进一步的就是把 CATV 的内容加强，让消费者想到更好的产品。Hello， 我们是视媒体。中嘉集团除了与台大、政大等大专院校传播系所合作，每年更投入数千万元回馈公益，以行动力挺媒体素养推广教育，更投入资源打造媒体素养知识网络平台视媒体，整合各方资源，让媒体知识融入民众生活，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